公元1605年10月26日，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阿卜杜拉·伊塞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尽管10月底的河西走廊已经泛起阵阵寒意，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望见远处祁连山下的那座宏伟关城了。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忧虑。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通行便利，这座关城就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最难逾越的关口——嘉峪关。早在阿卜杜拉·伊塞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2个不同的东方国家。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
前往东方探明真相。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年轻时在印度当过水兵，他天资聪慧，精通印度语、波斯语，熟悉中亚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为了保密，鄂本笃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化名阿卜杜拉·伊塞。除了要去论证契丹与中国是否是同一个国家之外，鄂本笃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探寻一条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便捷通道。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3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渐渐的，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印度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伊萨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途中，他们遇到过艰险的道路、恶劣的气候，以及肆虐的盗匪。鄂本笃好几次死里逃生，终于进入了河西走廊。鄂本笃险象环生的陆上之行，留给我们的正是当时陆上丝路状况的生动写照。商人们想要穿越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异常的艰难，甚至可能搭上性命。公元1604年11月，离开印度2年后，鄂本笃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内一个叫查理斯城的地方。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商人们告诉鄂本笃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而那里正是中国明王朝的都城北京。鄂本笃兴奋异常，这些穆斯林商人的经历令他首次得知，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商人们还说，在他们落脚的地方，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其中有一位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利玛窦。
得悉耶稣会同事的行踪，这让鄂本笃十分惊喜。他决定加快行程。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鄂本笃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400年后的今天，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现了一座以嘉峪关命名并兴建的城市。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城市的西南方向。主体城楼耸立中央，瓮城、罗城、树楼、敌楼和其他附属建筑设计精妙，错落有致，在祁连山脉与开阔的戈壁滩烘托下，摄人心魄。关城有3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而此时西域境内同样蒙古部落林立。早在朱元璋时期，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公元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在夯筑墙身时，还要在黄土中掺入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强粘结强度。所以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公元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2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墩堡全部修建完成。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接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9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毫无疑问，这座宏大复杂、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这是一幅曾经收藏在明王朝宫廷的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完成于嘉峪关逐渐修筑落成的时期，上面写有211个明代地名。地图描绘了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
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路线，涉及欧亚非3大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峪关的城楼建筑，它已经是明王朝最西端的一个关隘。这幅地图全面反映了明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状况。虽然当时明王朝在中国西北已经处于收缩防守的态势，但明王朝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与认知依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它们共同构成了明王朝西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共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延绵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进入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1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明王朝。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契丹就是中国。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已经克服千难万阻走到了这一步，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鄂本笃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中国和西域7、8个国家的旧协定，每6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入中国。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2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但鄂本笃进入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持续200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当鄂本笃在酒泉进退两难时，他想到了远在明王朝首都的教会同仁。听说利玛窦在那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认识不少高层的官员，也许他可以帮助自己前往北京。鄂本笃立即给利玛窦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脱离困境。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鄂本笃观察着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用日记记下了珍贵的材料。宿州分为2个部分，一部分为汉人居住，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另一部分为回教徒所居住，他们来中国经商，在此成家立业。中国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也大都不再返回西域。鄂本笃热切盼望着利玛窦的回信，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信使不幸在路上迷失了方向。1年后，渐渐绝望的鄂本笃鼓起勇气，再次写了一封信，托付给一个准备进京的商人。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终于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北京的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他们立即派修士钟明礼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公元1607年3月，钟明礼到达宿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就在钟明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河西走廊上的宿州，成为了鄂本笃付出全部努力可以到达的最后地点。在宿州城外，今天的嘉峪关市，
钟鸣里埋葬了这个孤独的探险家。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窦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3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并见证了17世纪初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但是鄂本笃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明朝政府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鄂本笃最终未能完成的旅行，成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他走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欧洲人经过。对于鄂本笃来说，去往嘉峪关的路途虽然遥远艰辛，却始终伴随着梦想与期待。而对于西出嘉峪关的中原人来说，路途大多充满了落寞与寂寥。200年后，公元1842年的9月，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暗淡的岁月。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林则徐经过嘉峪关要塞时，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水比此关雄”的诗句。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尽管被迫出关流放，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社稷置于身后。在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愈发显得重要，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5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公元1850年1月，林则徐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乘船驶入湘江，
在长沙做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乡音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敬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在这艘普普通通的小船上，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差为绝世奇才。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魏晋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预知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会见。湘江液化后不到1年，林则徐溘然长逝。左宗棠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平步青云，逐渐成为了洋务运动中的一员重臣。他没有忘记林则徐的重托，在兰州就任陕甘总督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西部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此时西北地区的局势，正如林则徐所预见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峻了。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瀚韩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际，出兵进占伊犁。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东南海疆骤然报警。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府、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
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新疆军情告急，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塞。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新栽杨柳3000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栽种的柳树叫做左公柳。历经100多年的岁月风霜，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犹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公元1880年5月26日，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5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3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袒露心怀：此时西世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力，不得不一力承担。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意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它
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将要逐渐纳入一个整体，探索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了势不可挡的世界潮流。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越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公元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里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高潮。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10几支，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蒂，和让敦煌文物飞升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在到达宿州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专程去寻找鄂本笃的墓，但他们未能如愿。斯坦因感慨道：“每经鄂昔日所过诸地，未尝不追想鄂本笃及其坚韧不拔气概。”西方探险家或许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河西走廊，但摄影术却冷静而客观，留给后人无可复原的真实。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雪覆盖嘉峪关的景象。嘉峪关西城楼已毁于战火，左宗棠所书匾额也已经遗失。城墙边上破败的房屋是河西走廊在19世纪所遭受磨难的缩影。只有经历了300年风霜的嘉峪关主城楼，还保留了它属于帝国往昔辉煌时代的威严。拍下照片的人名叫莫里逊，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他是清帝国覆灭前夕最后一位走入河西走廊的外国人。在莫里逊的西部之行中，他拍摄了近1000张照片，捕捉到了古老帝国在变革时期的脉动，留下了清帝国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从兰州到嘉峪关，每隔10里都有烽火台和瞭望塔的遗址。虽已失去了边防的功效，他们似乎还在静静地注视着来往于河西古道上的人们。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有着被风沙雕琢过的面孔和身躯，他们平和地望着镜头。他们的生命早已和西北苍凉、辽阔、坚实的自然风貌融为了一体。茫茫苍生的盛衰枯荣，在莫里逊的镜头中凝结成历史瞬间的永恒影像。透过这些黑白影像，人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上的沉寂和蕴藏的希望。
伫立在河西走廊上的莫里寻，凝望着无边无际的沉寂苍凉。他的内心深处或许已经隐约意识到，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当一些人聚精会神凝注于过往沧桑痕迹的时候，另一些人正在等待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就在莫里寻完成西北之行1年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这场震撼中外的革命，不仅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让中国从2000多年的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开启，全新的思想观念将蓬勃兴盛，唤醒西部沉睡已久的灵魂。河西走廊即将登上前所未有的风云舞台，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接受洗礼，将广袤的西部土地与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河西走廊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阿卜杜拉·伊塞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尽管10月底的河西走廊已经泛起阵阵寒意，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兴奋。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望见远处祁连山下的那座宏伟关城了。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忧虑。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通行便利，这座关城就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最难逾越的关口——嘉峪关。
早在阿卜杜拉·伊塞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公元1605年10月26日，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2个不同的东方国家。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